玩水、打水仗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活动之一，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小朋友也可以体验用鸭尾走土。到底要怎么做呢？跟着导览员姐姐的脚步，就可以让我们发挥艺术细胞，把鸭尾变成染剂。那我现在要去采待会植物突然要用的鸭尾哦。来鸭尾，走，要从哪边开始？从我们这边呢，有我们的桑树叶，然后它这个也是可以做过来的事情。它采下来，它的植物会非常的翠绿，然后很漂亮。然后去摘鸭尾，去多摘一点哦。摘这种小的。不同的鸭尾做出来的有不同的特色，所以我们马不停蹄在园区找寻特殊的花草树叶，希望我们的植物拓染可以是大师等级。落雨中的鸭尾，那它可以跟小花一起做搭配，待会拓染起来就会非常的漂亮。这片动了，对，这个，那你有2个叶子。我也有哎，茉莉，好美哦！哦，你也是哦。你看这个鸭尾有没有很美？收集齐全了各种不同的鸭尾，准备要施魔法了。接下来就要看看到底谁可以把树叶之美发挥到极致喽。刚才去捡的一些花材，还有树叶。那最主要这个作图的方式是跟大地和大自然借颜色。那我们就是用花本身的颜色、叶子本身的颜色、它本身的形状，那用压的方式去把它们染在布上。用鸭尾走土真的很有趣，呱呱跟小茉莉2个电力用不完的宝贝被鸭尾吸引，低头超级认真。趁着这个时间，导览员姐姐也趁机会教育，希望他们能够爱护自然，保护台湾的天然资源。用鸭尾走土完成了。你觉得哪一个最漂亮？我喜欢这个。妈妈，那我觉得漂亮吗？超级漂亮。妈咪，这个可以拿来装玩具啊。可以哦，但是你的玩具够装吗？妈咪，我们捡了好多漂亮的叶子哦。对呀，下次我们再一起捡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可以用鸭尾走土。